山猪妹。我感觉最困难的就是每一个部分拢足困难的。套子哥甲搭配一个搞斗相共，互我加减无遐困难。我讲最困难的就是每一个部分拢足困难的啊，讲台语嘛足困难的啊！哇，上好耍的当然是食物件啊，嘿，今日迄生炒鸡汤有够好食的，你有食着无？迄足甘甜的呢，真诶足甘甜，甲人参同款足甘甜的。希望我那个海大咱生死的助理主持的工课嘛是会当愈来愈甘甜啦，渐入佳境啦。好耍的台语哦，就是我本来当做蜜饯就叫咸酸甜啊，结果头拄仔导览老师讲是蜜饯哦，蜜饯啦，对啦，蜜饯啦。我当做蜜饯的饯是甲饯人的饯是同一个饯，结果是蜜饯，毋是蜜饯。大家好，我是山猪妹。每礼拜四甲拜五暗时8点，公司台语台，请准时收看。海导览生死，啊，若是时间啊袂拄好，嘛会使伫咧台语台 YouTube 收看哦。